又係我 Sunny 哥哥啊！全亞洲最爆嘅公民科學任務又嚟啦！由亞洲城市科學網站發起嘅第二屆亞洲自然大挑戰2025下星期就展開啦！召集愛護大自然嘅你同我一齊出手，用手機同相機守護亞洲珍貴又獨有嘅野生生態。點樣玩呢？真係超簡單！第一擊，觀察普查時段。參與嘅朋友首先要下載同安裝 iNaturalist 嘅應用程式，由10月3號至6日號，拎起你哋部手機走出戶外，見到任何野生嘅動植物同真菌全部打卡拍片錄聲都得，記錄到 iNaturalist 網站。記住影相時要定位坐標，仲一定係要野生，人工栽種或飼養嘅生物係唔計㗎。第二擊，辨認時段。其實iNaturalist嘅人工智能係大家上載資料時已經作出初步辨認，但有啲觀察仍需要全球嘅生物專家幫手確認嘅，而大家亦可係10月7至12號期間幫手辨認其他人上載嘅生物相片，齊齊變身生物專家。點解大家要參加呢？首先係填補空白，亞洲物種多樣性全球數一數二，但生態記錄仍然嚴重不足，而且全球生境破壞日益嚴重又快速。我哋要一齊喺佢哋消失前全力做好記錄。第二係全民覺醒，等更多人認識亞洲珍貴物種，齊齊保護佢哋。第三係連結力量，集結民間科學家、環保團體同研究人員，組建最強保育戰隊，以數據助攻。收集嘅數據會直接交到科學家手上，協助佢哋制定更有效嘅保育策略。參與者仲可以係亞洲城市科學網站登記成為參與者，成功上載超過25個物種，仲會獲得數碼證書作為嘉許㗎。亞洲嘅生物多樣性咁豐富，點可以俾佢哋無聲無息咁消失呢？等我哋齊心發力，一齊打造亞洲生物資料庫啦！